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主日礼拜已经要开始，咱做伙来唱。先是363首。再咱向兄弟将行动电话关机，咱备办恬静的心来听福音正声。
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就是人招美的本分。因为见所做，甲一切隐捌的代志，无论是好是歹，上帝拢要审判。请咱起立，齐声来吟2摆，圣诗315首，天父恩典真正大。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使者，咱的主。伊对圣神同在，对在世路玛利亚之时，伫温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死埋葬，无因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当这13年的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别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1嘛是新明记第6，请咱编开新圣诗后面启应第999页。我客请兄弟来用，以色列了，着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人着注意听，这声恁着全心、全情、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着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搁着放伫手里做记号，着写伫厝的门徛，
咱做伙按头来祈祷。全能的爸，创造天地、掌管万物的上帝，阮搁一摆借着主日礼拜，出入阮的兄姐来到你的面前，诚心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寒天的寒冷已经渐渐消退，连续几六日的春雨灌压阮的田园，种子对土地付出心意。孤单的树枝发出清脆的声响，微微的春风甲惊人的闪电，搁一摆见证主活泼的真道流动伫阮的生命当中。无论山安怎悬大，阮无要敬拜伊；无论海洋怎样开阔，阮无要敬畏伊，因为阮所要敬拜的。是迄位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掌管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独伊是阮所要敬拜、值得阮敬畏的。阮的主因为受撒旦的引诱，食树顶的果子，互上主赶出你为阮起造的厝体。阮伫埃及做奴400年。伫旷野流浪40年久，阮所受的罪责，毋是因为撒旦的引诱，嘛毋是因为食树顶的果子，是因为阮悖逆，无顺趁主的旨意，互家己甲主失去和谐合一的关系，毋敢伫上主的面前赤身裸体，自约所产生的无顺服，已经成做阮的罪性，互阮回头毋敢向主，反倒伫地上继续行逆做歹，逐日所想的拢是饱足私欲的歹念头，总是。宪法毋是主的本意，主所听候仰望的，是爱阮仰望上主，早日归正伫主的阳光。感谢主的怜悯甲恩典，无计算阮前所犯的种种罪过。互阮伫基督内面一尽洗清阮所有的罪责，搁对永生有新的仰望。总是阮的信心软正，亲像拄出世的红婴仔，需要主你的看顾甲保守。恳求主的引带，互阮行伫有光照的道路。恳求主将阮袂等治的试炼对阮面前甩开，免得阮的软者踏入撒旦引诱的陷阱。恳求主，互阮有谦卑的心，因为谦卑，互阮无看轻别人，嘛无看轻家己。恳求主，互阮有反省的心。时时体验家己的欠缺，甲主满满的恩典，愿阮所有的不足甲辜负，拢通得到主的赦免甲接纳。愿咱的感谢、反省、祈祷，是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圣歌队献诗，立名为圣。咱做伙来领受上主的话语。今日圣经记载伫旧约创世纪5章24节，请兄弟翻开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旧约第10页，迄就是台语汉语本旧约第5页。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来读。创世纪5章24节。伊若甲上帝同行，上帝接伊去，人就袂当搁看到伊。圣经读到遮。下面咱请本会牧师林怡娟牧师为咱来证道，甲上帝同行。弟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咱今仔来到伫教会，看到兄弟姊妹，咱的心有欢喜无？有，感谢主，互咱伫每一个礼拜日来到伫教会，毋若是咱家己甲主三拄伫遮做礼拜，咱也会当伫横向，会当甲咱的兄弟姊妹有所交陪、分享、关怀。咱的教会有一个旋转梯，啊，拢知嘛吼？地下室落去，嘛会安尼旋转。我常常拢咧欣赏这个楼梯。我讲即个设计实在是真有意思。我想要伫台湾长老教会找着安尼的设计真少。毋知咱当咱咧行即个楼梯，吼安尼旋转上去，咱的心有啥物种的感受？啥物种的感觉？还是讲咱伫遮久久长长，其实安尼爬楼梯拢无感觉啊吼。总是我感觉特别到伫圣诞节的时阵，即个梯特别水，因为边仔拢有遮的圣诞风吼，所以我真爱翕相，拢家各个角度家翕，感觉讲哇，这个设计实在是太美妙了。对我来讲，这有一个信用的意义。毋知影过去咧设计咱教会人一个建筑吼内部，一个设计师有啥物种的感受？但是我感觉一定有信用的意涵伫内面。有一句话咧讲，信心好亲像是一站楼梯，信心好像是一把梯。当咱咧行咧爬的时阵，咱行到伫礼拜堂，其实咱需要出力，咱需要有一个目标，咱需要有一个欢喜的心，咱需要有一个渴望。对第一楼安尼爬，咱一个目标就是要来到伫礼拜堂朝见上帝。然后伫咧爬梯的即个过程，咱感觉啥物人咧甲咱同行？上帝咧甲咱同行。检查有时阵是咱家己咧爬楼梯，总是当咱的心内充满着上帝的圣神，互咱有即个气力咧顶面咧爬，然后来到伫礼拜堂的时阵，这是圣神的一个驱动力，伫咧催逼咱，伫咧帮助咱，伫咧扶持咱，互咱勇敢头前来行。望咱伫咧爬即个梯的时阵，咱常常就感受到是上帝咧甲咱同行，圣神诚做咱的帮助，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诚做阮信心的源头；感谢你，也诚做阮欢喜喜乐、安慰的源头。求你甲阮同行伫人生的路途，不管伫现此时，阮是一个人咧行，或者是阮有同伴，阮有厝里的人，阮有遮个互阮感觉袂孤单，甲阮做伙伫人生路途咧拍拼的人，甲阮做伙同行。无论阮是啥物种的境遇，互阮拢欢喜伫中间来行天路，因为阮知上帝咧甲阮同行。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咱的人生的路途，咱会当有人甲咱做伙同行，这是一项真美好的事。甲咱同行的人，有可能是咱的伴侣。可能是我们的另外一半，有可能是咱的手足，咱的兄弟姊妹，嘛有可能是咱的囡仔、后生或者是查某囝，嘛有可能是咱的好的朋友、同事、兄弟姊妹等等。总是有一个事实，咱拢爱面对，就是每一个人行到人生的最后，拢必须爱面对，只有家己要甲家己同行的即个处境。伫即种的下面，人自然开始产生一个孤单感、孤独感。特别现代人的孤独感佫较严重。即个孤独会造成惊吓、焦虑、恐惧、害怕。总是伫咱信主的人，咱的生命内面有一个确信甲快乐，就是亲像诗人伫诗篇23篇所告白的，咱做伙来读。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伴。这就是诗篇23篇，诗人伊伫个人生，无论是拄着啥物种的境遇，伊讲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就算是经过死荫的山谷，伊嘛毋惊灾害，因为伊确信上帝甲伊同在，上帝一世人要做伊的伴。所以伫信仰的顶面，咱会当学习，感到孤单，感到孤独，却不致孤单，就是伫孤独的中间，咱感受到的是家己，毋是干若家己伫咧生存，因为有上帝甲咱同在。上帝伫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安尼讲：毋免惊，我不时甲你同在，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兄弟姊妹，这是毋是嘛是咱的确信呢？来，咱大声来甲伊读出来这段经文来，毋免惊，我不时甲你同在，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是上帝伊家己讲的话，咱的确着确信。非洲谚语有一句安尼讲，伫非洲的谚语讲，一个人走得怎么样？走得快，一群人呢走得远。这个描写真趣味，一个人走得快，但是不一定走得远。的艺术，言下之意是这样。那一群人走得远，但是不见得走得快。所以到底是前者容易呢，还是前者难呢？后者容易呢，还是后者难呢？事实上，要甲人同行，并不是遐尔简单。特别群体要做伙行动的时阵，有人的脚步紧，有人的脚步慢，彼此需要伫中间调合调整。所以，若要甲别人同行，如果若无心，是足歹达成的。所以，除非有心。人才当甲人、甲群体相同行，因为安尼才会当伫路途的中间有平安、有和睦、有和气、有和平。今仔日我用甲上帝同行做题目，咱做伙来思考，伫咱的人生、伫咱的生命内面，伫咱的逐时刻、咱的生活，咱敢有时常保持甲上帝同行的状态？咱嘛来想，咱敢有刻无心身甲上帝同行？然后进一步，咱嘛来想，咱要怎样做，才会当甲上帝来同行咧？今仔日短短一节的经文，创世纪第5章24节，咱做伙读。以诺甲上帝同行，上帝接去，人就袂当阁看到伊花骨。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以诺是一个甲上帝同行，经文讲是一个甲上帝同行的人，而且阁无经过死亡，直接就互上帝称选。到伫上帝遐，这是一个真互人心酸的画面，是毋是？伫创世纪第5章往头前看21节到22节，安尼讲：以诺65岁的时生马土沙勒，以诺生马土沙勒了后，甲上帝同行300年，迄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当以诺甲上帝同行时，伊上时嘛有家庭的生活。伫遮指出，基督徒的人生是超世的，上时嘛是入世的人生。咱会当一面甲上帝同行，嘛会当一面过入世间的生活。
总是真侪人会想吼，会安尼讲。啊，等我考试考了，我才来做礼拜，我才来服侍上帝。等我工作较稳定，等我的囡仔拢大汉，等我退休了后较有时间，我才来做礼拜，我才来服侍主。总是咱看，伫早期西方的宣教师，因拢是伫几岁来到台湾传福音，咱知无？无论南部的马雅国、北部的马街，咱中部有啥物南台北医师做遮的南台为南台北副职做遮的医疗宣教，包括梅坚务牧师等等，因拢是伫因上有困难的年岁，差不多27、28岁，因奉献因家己来到台湾传福音。所以，因将人生27、28、30岁左右，这是人生中间上水的年纪，上美好、上青春、上有困难，嘛有淡薄的智慧、青春、才能上最美丽的这个时光，因将这个上宝贵的年岁来奉献给上帝。我嘛看过韩国教会的短宣队，咱来看这个图吼，这个相片。因来到台湾宣教的时阵，有妈妈带幼婴，检测是个襁褓中，或者是4、5岁、3、4岁，当咧翻的这个年纪，因嘛甲因带来台湾传福音。因无想讲啊，迄囡仔足翻的吼，来遮若安那。我要安怎？我搁爱炸遐尔侪行李、跟尿布、跟奶瓶、跟奶粉，因无有记这个代价，因就是一个目标。我要带我的囡仔来台湾，甲我做伙体验宣教。当因需要出去传福音的时阵，却拄着囡仔野生，无想要行路的时阵要安怎？老爸老母就甲囡仔挨起来。挨起来，抱起来，嘛是安尼去传福音。所以伊路的人生，互咱看到，伫伊甲上帝同行的年日，伊悠然过了平凡家庭、入世、社会的生活。所以，当咱咧思考咱的信仰，基督信仰，或者是咱咧思考。教会的功能等等的时阵，我想咱毋是干那关伫教会围墙内面，伫咧讲信仰，伫咧教人交陪。咱嘛爱有开放的心胸，接纳逐样的人来到教会，嘛爱行出去传福音，才有机会来发挥做光做阳的影响力。咱所知的德雷莎小妹。其实，伊对年轻就开始伫生活伫舒适圈，就是即个修道院内面。直到有一天，伊无意间探头，看到修道院围墙外面的迄个街道，哇！那遮尔多乞食，那遮尔多流浪汉，遮尔多破病人倒伫即个街道，所以对。去遐，当伊看到这个情景了后，伊决定伊要行出，要走出这个舒适的修道院，要去照顾遮个需要的人。所以伫印度迄个所在有成立一个垂死之家。耶稣讲，有好好啊对待上微细的一个，就是好宽待我，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当我们付出爱的时候，咱就甲上帝同行。所以甲上帝同行，毋是一个高深的学问，伊是一个咱会当伫咱的生活中间，检测伫即个时阵，咱就会当体验甲上帝同行的一个真平凡，但是却很深奥的一个真理。所以，当咱付出听的时阵，咱就是咧甲上帝同行。
所以借着以诺，咱看出伊伫平凡的中间，甲上帝同行。伊伫平凡的人生、家庭的生活，伊常时甲上帝也有美好同行的关系。所以，我想咱伫真平凡也真无用的家庭生活中间，咱犹原会当服侍上帝，咱犹原会当敬拜上帝，咱犹原会当甲上帝同行。23节，以诺总共活了365岁。22节讲，甲上帝同行300年，看起来，以诺甲上帝三角行的日子非常的久长。总是伫遮的意思，搁较背后一个意思是，以诺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咱看希伯来书11章第5节，伫 PPT 遮咱做伙来读用华语。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之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明证。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死。以诺伫希伯来书遮讲，伊不至于死，是因为往头前看，因为伊的信，因为伊的信心。这段咧讲到，以诺伊并无经过死亡，是直接互上帝接走，就无伫世间。人人拢着面对死亡，伫每一个人的心中嘛，拢有一个原因，是互咱来行往死亡。总是如果咱会当亲像以诺安尼，毋免经过死亡黑暗的痛苦挣扎，是困困啊去吼，这实在互咱真欣喜。到底什么是甲上帝同行？咱进一步来思想，来反省咱家己的生命。甲上帝同行的反面，就是咱无甲世界同行。我们不与世界同行，就是咱无超过上帝，我们不越过上帝。圣经有一个人是咱的模样，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咱的模样。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60节讲，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耶稣基督伊原本有甲上帝有上帝的身份，伊嘛会当行使所有的这些的特权，但是经文讲却无滥用，没有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表示伊降服顺服伫上帝的旨意下面。伫遮咱看到以诺，事实上以诺互上帝接去，并不是突然发生，乃是以诺平常伊甲上帝保持同行、保持亲密的关系，互伊达到会当互上帝来讲，你是一个完全的人，你是一个互我看做是欢喜的人。所以咱甲上帝同行，毋是一天、两天，毋是一年、两年，嘛毋是有时阵有，有时阵无，嘛毋是有时热心，有时冷淡。甲上帝同行是长期需要付出属灵的代价所建立的关系。保罗讲，咱来看 PPT 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保罗安尼讲，伊讲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着守的信仰我已经坚守。所以伫即个信仰的道路，咱毋是有时有，有时无，或者是有时热，有时冷。咱来亲像即个经文所讲的，咱是安那将即个路程完完全全尽停甲伊走了。
然后信用安那坚守，这个坚守就是坚忍，有一个坚持，有一个忍耐、坚定伫中间，伫咧修咱的信用。咱知影伫牧者退休拢有一个名词讲进庭退休进程。像我的老爸就是牧会40年，自少年到伊退休进庭，完完全全伫即条路，对有始有终，甲伊走好了，甲伊行好了，进庭退休。真侪基督徒伫咧奔跑天路的时，有亲像保罗所讲，将即条路行好了，然后将即个信仰甲伊坚守，搁到底。总是嘛有侪侪基督徒伫奔跑天路的中间冷淡失志。圣经有提醒咱，伫神的顶面，咱着爱有耐心，毋通停止自悔，毋通失落勇气。因为咱若中途退后，主就无介意，上帝就无欢喜，无介意。所以咱爱将咱持守即个信仰，持守到落尾。有一句话安尼讲：，咧行信仰的道路，无有一个人已经是完全。就算是神职人员，就算是中职服侍的人，同工，无一个人讲伊是安那已经完完全全。咱即个主会当讲，伫信仰的道路，咱拢行伫成圣的道路，拢伫即条道路伫咧学习。伫咧修正，那安尼，咱要怎样甲上帝同行？圣经讲，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哈，伫阿摩司书3章3节这样说。所以，甲人同行，咱必须甲伊同心、同心、同行。咱甲上帝同行嘛是安尼，咱爱甲上帝心会当挖近，会当贴近，会当建立。所以保罗讲，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什么？为心。我最爱这句话，短短啊，总是把这个重点全部涵盖在里面。我们要以什么？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咱讲上帝会当将咱的石头心来甲伊换做安那肉心。什么叫做甲石头心换做肉心？就是将本来靠家己顽固的心靠自己，然后顽固的，上帝要甲咱改变做咱有基督耶稣的心。人若有基督耶稣的心，就有疼心伫伊的心上。就有怜悯慈悲，就有公义，就有温柔节制，就有欢喜平安等等。所以咱嘛爱知影，要甲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阵，咱就会知影，上帝伊的欢喜，伊介意啥物代志，伊无爱啥物代志。圣经有讲有一项事上帝决断无爱。嘛无欢喜，就是骄傲。伫箴言第6章16到17节这样说，我读前半段，有6项是上主所怨恨，连伊的心所厌恶的有7项。头一个就安尼讲，就是骄傲的目睭。兄弟姊妹，咱要甲上帝同行，但是除去我们的骄傲，因为骄傲的时阵，咱就无法度甲上帝同行。雅各书第4章第60讲，上帝敌对骄傲的人，施恩予谦卑的人。上帝敌对骄傲的人，但是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咱会记住，只要咱谦卑，谦卑毋是自卑哦。只要咱谦卑，咱就会当甲上帝同行。作家路易斯认为，这句话真经典。伊讲，骄傲是属灵上的癌症，
他吞噬了爱。所以一旦人骄傲，伊就无疼惜；一旦人无疼，就是伊有骄傲。所以骄傲的人，伊无法度甲上帝同行；谦卑的人才会当。弥迦书6章8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下面我提出几点，甲上帝同行。第一项，咱爱带心搁和。我们必须和好。和好这个词的意思是，上帝朝我们靠近，上帝已经主动靠近我们。上帝主动来靠近咱，安怎讲呢？透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受死，已经来成做一个搁和的一个关系的表达。上帝已经就表示，上帝已经主动来挖掘咱，因为伊主动要拯救咱。所以伫即个和好，台语讲搁和、复合，这个搁和，咱爱甲家己和好，咱嘛爱甲别人和好，咱嘛爱甲上帝和好。所以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与上帝和好。献祭之前，伫献祭之前，咱爱带心甲人和好。耶稣讲：先把礼物放下，先去与人和好，再来献礼物给上帝。兄弟姊妹，咱伫教会中间，久久长长，伫咱的心内，是毋是有需要甲人、甲家己、甲上帝和好的部分？咱透过祈祷，咱透过坦然伫主的面前，咱求主来帮助咱。特别当咱要入来圣殿做礼拜，咧爬楼梯的时阵，咱就哪爬哪祈祷，为着迄个不可爱的人来祷告，为着迄个咱足惊去拄着的人，因为咱有一个刺嘛，对方嘛有一支刺，咱惊遐的代志，咱伫咧爬楼梯，好比是天梯，你爬的时阵，咱就心来祈祷，求主帮助咱，互咱入到伫圣殿的时阵，咱的心是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和睦，完全的和平。因为耶稣讲，先甲你的礼物放下，先去甲人和好，才来献礼物互上帝。安尼，即个礼物，上帝才会欢喜降来。第二，咱来相信上帝，相信。真侪人拢较相信，比较容易相信自己，家己却无意识到。就是人相信家己过头，相信上帝，就袂当甲上帝同行。人如果相信自己胜过相信上帝，我们就没办法跟上帝同行，因为迄是表示咱内面有一个骄傲，咱无降服伫圣神的下面。相信有两种。第一是你要先看到才相信，要先看见才要相信。第二，你是还没有看见，你却能够相信。耶稣对多马安怎讲？伊讲：你看到我才信，迄个无看到来信的，伊真有福气。第二个，这是真正的信心。你还未看见进前，你就大心相信。多马就算耶稣已经徛伫伊的头前，搁活，伊嘛无相信的。伊讲：将你的贴的骨互我看，将你互钉的迄个钉痕让我摸，我才要相信你搁活。因为他要眼见为凭，所以耶稣才甲讲：多马，你看到我才要信啊！迄个还未看、无看到来信的人，才是真正有福气啊！相信。
这个相信是源于安全感。咱知影囡仔，一个囡仔足容易相信，是因为伊安那有一个安全感，伊嘛真容易相信，就表示伊有一个安全感。所以，人的成长的过程，这个安全感真重要。安全感会影响咱的思想、价值观，甚至是情绪、咱的行为模式。所以有稳固的安全感，才有好的学习，才有好的人际关系。以赛亚书40章第80讲：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神的话永远立定。圣经已经甲咱应允讲，上帝的话是永远存在的。世间拢会袂无去，草花拢会安那，拢会冷去。天甲地嘛会毁没，总是独独上帝听要永远存在。所以咱的心内的确着相信上帝，相信伊的话，相信有这位神，相信伊是赏赐的，相信伊的话，也照伊的话来行。有相信，咱才有倚靠。所以相信上帝，咱才会当倚靠，因为咱知影咱所信的是什么人。保罗讲：我捌我所信的上帝，我认识我所相信的神。生命有倚靠，心就有平安自在。弟兄姊妹，咱来思看。如果咱的心要顾伫遐无平安，伫遐吵吵烦烦、烦烦恼恼、忧闷、惊吓，是为什么？咱往咱的内面，搁较深来问，咱是毋是失去对上帝的信，直到咱惊吓？圣诗旧圣诗452首，新圣诗184首，184首。这首歌我真爱，咱会记住无？咱顶礼拜才唱呀。上帝的疼痛哪会遐大？其中一段一个歌词安尼讲：对信圣经福音，心为平安自在。你家己反推过去，咱的心会平安自在，是因为咱有信这个圣经内面的福音。圣经福音就代表上帝。所以，咱的心会平安自在，是因为咱有信上帝，咱有亲信。特别伫副歌安尼讲，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咱若亲信倚靠，为得伊的保守，为保守将咱来交托伊，会保守直到见主迄日。副歌，咱做伙来听。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若亲信倚靠，为得伊保守，为保守所交托伊的，为保守直到迄日，因为我。所信的救主，咱若亲信，有的人信是蹭蹭安尼哦，有的信是无根无基的哦，是浮浮的哦。若拄着代志，这个信就无去啊。咱爱亲信佮倚靠，亲信佮倚靠，才会当实现上帝的旨意，领受上帝所应允的福分。佮来要甲上帝同行，咱爱祈祷无线。祈祷是人甲上帝沟通结连的方式。祈祷时，人就甲上帝同在。所以咱逐不时拢会当祈祷。咱有时会当用唱歌的方式来祈祷，唱一摆歌，等于2倍的祈祷。
所以咱礼拜中间，兄弟姊妹，我说鼓励咱大家，嘴一定爱开，爱出声，大声来唱圣诗。因为当咱咧唱的时阵，咱就是咧祈祷，咱就甲上帝的生命来结连，甲上帝同行，是人生中上大上好的福气。英国《泰晤士报》捌出一个题目，要公开征求一个答案，然后这个答案啊讲了正确吼有奖金哦。他出了一个题目，就是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道路是什么？真侪很多读者就将伊认为上好的答案，寄到这个报社。然后伫评审之后，泰晤士他发表了最好的答案。得奖的答案不是讲啊，我坐火车，我坐车，我坐飞轮机，乃是简单两个字，就是 PPT 这两个字 ，Good Companion， 凉拌，不是那个凉拌炒鸡蛋，是好的同伴。伫咱的旅途的中间，无论是人生的道路，或者是咱去佚佗，咱若有好的朋友，互咱感觉足舒服的人，甲咱做伙陪伴，沿途安那很欢乐，对吧？真平安，真舒服。我们会嫌路很长吗？没嘛，咱感觉讲哇，这个旅途真的是好像又太短了，因为很舒服，很快乐。所以伫咱人生的道路，咱有上帝甲咱同行，诚做咱最好的良伴。咱的人生咱会感觉真安那平安自在。检测甲上帝同行的年日无保证，咱就啥物拢足顺遂吼，咱就安那一帆风顺，无风无雨，不是。甲上帝同行的道路的人生，嘛伊是会拄着艰难、艰苦、病痛，嘛是爱面对死亡。总是有上帝甲咱同在的年日，咱甲上帝做伙的年日，互咱生命有一个稳妥，有一个方向感，有一个溃烂，有一个茫。因为上帝甲你用伊的话甲咱讲，我必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就算是孤儿寡妇，上帝都会让他有一个家。这就是上帝疼咱的所在，伊愿意甲咱相同行，咱同心来祈祷。主啊，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无放下阮，无离开阮。伫阮的生命内面，你常常用无共款的方式，甲阮相同行，也常常用你的声音伫咧呼叫阮，转来到伫你的面前。求主帮助阮，互阮的心对信圣经的福音，对信上帝，对信耶稣基督是阮的救主，阮的心来得到平安自在。互阮深信倚靠，主，你是阮唯一，你是阮生命唯一的拯救者。阮献上阮的感谢，互阮每一礼拜欢喜来到伫你的面前，条件主你的面，心内得到盼望甲快乐。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去来唱会的诗，新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
师甲赖秀珠执事担任今日的奉献。这车队。伫报告大声，咱请兄弟先编开周报第3页，咱做伙来读本周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刷只对我读2遍。本周金句：以乐甲上帝同行，上帝接你去，人就袂当搁看到伊。创世纪5章24节来。以乐甲上帝同行，上帝接你去。人就袂当搁看到伊。创世纪5章24节，搁一解。以乐甲上帝同行，上帝接你去，人就袂当搁看到伊。创世纪5章24节。本周各团契的聚会表甲事工的排列，拢记载伫周报第2页。第3页，请咱有参与事工的兄弟姊妹。周报第4页，小的广告。本会对第4月份开始，咱主日礼拜开始拢统一用总会编订2009年版本的圣诗。咱有需要买的兄弟。咱会使行政干事来登记，登记的日期到4月6号。本会消息，为着互咱礼拜的进行有程序会当顺利，请咱兄弟尽量伫9点半进前来咱教会备办心来做礼拜。伫圣殿咧演奏的过程中，咱尽量保持安静。第2点，咱本会陈国成牧师今日受邀请，前往东宫教会咱的姊妹教会来主持礼拜。
第三点，咱较早主日礼拜，咱报告煞，咱会邀请牧师为咱来颁发113年度第一学期的奖学金，名单是大学的部分有黄以嘉，五专有洪瑞静，高中的部分有赖同心，高中有陈永嘉。咱非常欢喜，今日咱报告煞也请牧师来颁奖。第四点，礼拜后有爱餐，咱非常感谢志龙长老为咱来准备，餐后请良善小组为咱来清洁。第五点，3月26号祈祷会，咱会特别为仁爱小组甲喜乐小组来祈祷，咱非常欢迎咱的兄弟尽量来参加祈祷会。祈祷会对一个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咱即马祈祷会内底参加的兄弟愈来愈侪吼，咱尽量邀请，嘛希望会愈侪兄弟愿意来参加咱的祈祷会。第六点，后一个主日3月30，礼拜中咱要来举行圣礼典，请咱兄弟备万心甲主同坐祷。第七点，后一个主日3月30日，礼拜中咱嘛要来举行清明敬祖的追思会，咱会用陶冶的方式来纪念咱已经安息的兄弟，请咱有提供个人的相片，会当请咱安息干事来协助制作。第八点，咱后一个主日犹原是3月30日，上午11:50，关怀部第1楼副堂举办新人茶会，咱请要已经有报名要参加的新朋友，甲咱中级同工，会当先伫11:10伫交易厅来报到。第9点，有登记新安宫的兄弟，请到办公室来领取。第10点，4月14甲18，每一暗咱8点伫2楼礼拜堂举行受难周的祈祷会，聚会的详细刊登伫周报第4页。其中4月17号是由咱台中2区受难组联合礼拜举办伫第个中明教会，有要参加的兄弟伫当日自行前往。4月18，嘛就是拜五，是咱本会的收圣餐礼拜吼。咱特别邀请伫主日受难日祈祷会收圣餐，请咱兄弟备万心甲主同坐祷。团契消息刊登伫周报第5页。双联团契第1点，咱本主日爱餐了，上午11:40伫1楼副堂有聚会，欢迎咱的客友踊跃来参加。第2点，上年部举行中区三中会第37届上年联谊大会，咱有要报名的客友，会当向咱的会长王明仁长老来报名。第2点，青少年团契，咱本主日聚会，礼拜煞伫下午11:20伫5楼副堂聚会，欢迎客友踊跃来参加。第3点，主日学其中的第1点，主日爱餐了11:45，伫6楼咱有鱼菜共生的农场街买新栽种菜栽，邀请主日学的师生会当做伙来参加。第2点，伫4楼有医生要举办亲子悄悄乐音乐体验课程，第1届是伫4月6号11点至12点，第2届上课是5月4号11点到12点，请3月30日有要参加，咱特别邀请有这个亲子上好会当
尽量来报名体验这个打击乐的乐趣吼。咱伫这个3月30日进前，咱办公室来报名。咱跳过第5点兄弟团契的第2点，咱3月30日暗时5点30分，兄弟团契举办这个迎新餐会，有要报名的兄弟、新的客友，请会长尤志良报名缴费。关怀协会消息。第1点，后一个主日礼拜3月30，礼拜后伫1老府堂，咱有要召开咱的关怀协会第2届第2次会员大会，请干部会员出席。第2点，健康促进甲乐龄教室新一季的课程对于4月甲6月的课程，上课的时间肯定是7月内底吼，咱有要报名的兄弟，刘若雨执事来登记甲报交纳费用。咱教会最近有一个新的活动，就是英语体验营吼。上课的时间是每一个礼拜六下晡2点半到4点半。第一堂课吼，上半课就是儿童的体验班，第二堂课是大人热火班吼，欢迎咱的兄弟若有兴趣，会使伫拜六下晡来参加这个活动。咱并开到周报的第6页，教界消息。咱本主日礼拜煞下晡2点到5点，咱中部的传道部伫柳湾教会有举办长职训练会第1届吼，咱欢迎有兴趣的中职同工会使去柳湾教会现场报名参加。第2点，台中石志园因有按算定着要举办清明追思感恩礼拜，是日期是伫4月3号上午10点伫埔里的欧式教堂举行。邀请咱兄弟亲属我都甲教会兄弟参加，有要参加的兄弟，对办公室登记交纳费用。其他的讯息，咱兄弟请看周报内底所看的细则吼。周报第7页是咱顶周的奉献报告吼。若有五顶楼顶的部分，请兄弟财务部长来翻译。咱下面来邀请咱的牧师来就咱顶学期成绩非常好咱的一个主题来颁发咱的奖学金。大学的部分是黄以佳同学，五专是黄瑞静，高中是赖鹏鑫，国中是陈友佳，请汪姐。这平安吼，这边有4位同学有通过这个申请，第1位大家应该拢熟悉是咱电科长老的查某囝，第2位是瑞静吼，是惠婷姐的孙吼，也是国胜的女儿啦吼。第3位彭欣是仲良和玉慧的女儿。第4位永嘉吼是玉勋和首席的儿子，咱请牧师。
咱请林牧师为咱介绍新朋友，甲为咱回来兄弟时间，甲家庭，甲咱的兄弟健康身体为咱来祷告。今仔日咱真欢喜吼，有迄个杨甲站弟兄陈明珠姐妹、燕城芝怡来伫咱的中间吼，这是阮以前伫报道教会牧会的兄弟吼，真欢喜来到咱中间。来，敢有今仔敢有新来的朋友？好，接续咱来做伙做代祷。今日代祷的部分，咱第一项，咱来为着较大领奖的遮个学生，为着因的学习、因的学业，若是因，搁有咱的主题吼，咱教会主日学，遮个青少年，或者是咱中间，你有你的孙、你的囝，咱为着因，伫学业的中间，为着因来祈祷。第二，咱要为着咱伫清明的中间。伫即段时间，咱咧准备即个清明敬主追思，咱伫咱的家庭中间有失落咱的厝里的人，咱嘛为着咱的心来家己祈祷。即个时阵咱嘛为着咱中间肢体遮个辛苦病痛、身躯病痛遮个长辈，为着因来祈祷，咱同心伫主的面前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你是听阮祈祷的神。阮若诚心向你来求讨，向你来祈祷，主你的确听。主伫这中间，我要为着今仔礼拜中间，阮看见4位学生接受颁奖，搁有侪遮的主日学的囡仔、青少年的朋友，因伫就学，搁伫咧学习功课。伫学校的生活，伫即个过程咧长大，阮求上帝，你互笃行教会遮个主题，互因有对上帝遐来敬畏上帝的心，互因会晓得伫因繁忙的课业当中，因要顾第一来到伫教会团契，来到伫教会礼拜，因为敬拜上帝是第一要紧。当阮敬拜上帝，当遮个囡仔有敬拜主的心的时阵。主你自然就加添因学习的智慧、聪明能力。主阮恳求你，互遮个囡仔因受奖，而且有宜家、瑞静、彭鑫、永嘉，搁有侪遮个囡仔主题。主阮恳求你，将你的智慧灌压伫因的心上，互因伫一生的道路会晓得牵条伫主你的真理。主伫遮，我嘛要为着。后礼拜教会中间要准备清明敬祖追思的遮个时间，主啊！伫即段时间，愿侪人的家庭失落着因的厝里的人，因的心有份少年，常常伫看人看无的时阵，因的心内有侪遮个苦痛。主啊，总是。你是看到众人艰苦的事，只有你会当来明白，只有你会当来安慰。我恳求你将这个安慰的开来，收束伫遮个家庭的中间，重新互因看见，主你若是收束的神，你是收取的神。总是主，你是要互人继续行人生道路有五望的神，恳求你。来辅助帮助遮个家庭，我若要为着在座辛苦病痛的长辈，遮个厝里的人有遇到遮个艰难病痛的厝里的人，我来为因祈祷。主啊，伫即个艰难的日子、病痛的日子，主啊，因受着遮个磨练、熬炼，主啊，因的心亲像伫即个黑暗的中间，总是上帝恳求你。悠然享受迄个光的开来伫因的心上，互因会当倚靠上帝，相信上帝。主啊，伫即个艰难病痛的中间，求上帝你亲自来成做因的上大医生。虽然阮是倚靠着医药的发达，总是阮的心内更较大的是倚靠享受聪明智慧的神。主啊，因为这个智慧是袂通测度的，
主啊，你是超越人所限制的。主啊，愿恳求你，就阮独行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因的心、因的身体、因的灵魂，仰望伫你的面前，恳求你赏赐，互阮拢幸福伫主你的面前，诚做一个大家庭，彼此相听。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恁让这起来，咱互神来请安。圣诗395首，延更至上天父，阮感谢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保持定睛，请伫典乐结束了，咱才离开。